水刷 Splash 開創水下搜救新時代。全球第一位水刷警官 Splash 正式登場，佢嚟自美國佛羅里達，由 Peace River K9 Search and Rescue 訓練，成為全球第一隻水底嗅覺搜救員。傳統搜救犬喺水域調查有局限，但 Splash 就靠獨特嘅吹氣泡捕捉法突破難關，喺水底捕捉到殘留嘅氣味分子，靈敏度仲勁過高科技設備。佢只係用咗4個月密集訓練，就已經順利畢業。第一個任務仲好轟動，就係幫警方喺湖底揾到懸案武器，成功破解咗塵封25年嘅兇殺案。到而家，佢已經參與過超過20次高難度搜救，仲成功定位到4名失蹤者嘅遺骸，表現真係好犀利。當然，任務唔係咁輕鬆，低溫、濁流、能見度差，甚至鱷魚同鯊魚都可能帶嚟致命威脅。但係佢依然勇敢潛入，每一次成功都特別珍貴。雖然佢性格頑皮，仲好挑食，只中意頂級鮭魚，但專業表現已經令好多國家關注，仲研究緊將水刷納入專業搜救隊伍。Splash 預計可以服役到10歲，未來仲有幾年使命要完成。領隊 Hadsell 已經開始訓練下一代水刷，希望延續呢個創新嘅水底搜救兵任務。